咱着用感谢日伊的梦，用学乐日伊的年，咱着感谢伊，学乐伊的名，因为伊啊好法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大家来吟圣诗乐乐上帝，圣诗第319首，细汉囡仔的朋友。请起立吟全首。请陈秉义同学带咱用新的改变来告别咱的信仰。你着一心一性一意，听主你的上帝，这若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你着听出你亲像家己，只两个家是总如花甲先知的总荣耀。我用新的改变予你，就是你着相听。亲像我捌听你，你也着安尼相听。恁若相听，众人要对安尼才恁是我的学生。阿谁？大家来交托启文，启文第11篇，也就是诗篇32篇。请蔡新恩、林子云同学。做地着下面，做管地着插销。上主无算伊的罪，我心无干杂。我若点点毋认罪。你的手离你重重轻还我。我有对你摆了我的罪，我一定要对上主申明我的过失。安尼虔诚的人着通找着你的事，拢着对你祈祷。你是我闪离的所在，袂必由我脱离艰苦。我要教示你，只是你应该行的路。
毋通亲像马、骡，无知识。害人会受经济痛苦。义人啊，恁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宜德，请蔡梦珍同学。咱同心来祈祷，疼痛的主，你爱阮常常欢喜，无情祈祷，凡事感谢。你有主权决定你的旨意，总是因为你的疼到阮底，有应允你的囝儿，表达阮的心意。有着权参与伫你所要做的决定，求你使阮开好、顺好，感阮的心来接纳有合伫你旨意的应允。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同自二四班要用天父手术的听来，带咱来学了上帝。
中读上帝的话，要请张明瑞甲高应宇同学。大家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书第19章第1节到10节。耶稣入去耶岛，对遐咧经过，遐有一个人，名叫做撒该，伊是报税的头人，真好养。伊爱要看耶稣是啥物款人，不过因为人真济，伊的身材阁矮，看袂着，伊就走进前，爬上一张酸栽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要对遐经过。耶稣行到迄个所在，抬头看，对伊讲：“撒该，赶紧落来，今仔日我一定要住恁兜。”第6节，撒该就赶紧落来，欢欢喜喜接待耶稣。众人一个看到，闹闹念讲：“这个人煞入去做人的厝住。”撒该徛咧，对主讲：“主啊，我要摕财产的一半真济散舍来。我若有甲人骗钱，买4杯行医。”耶稣对伊讲：“今仔日拯救已经入到这个家，因为伊嘛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恁主来是要追找搁拯救死落的人。愿上帝的话成做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堂德，今日王刚传道要甲咱分享的信息是欢迎光临。各位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有主日学的学生甲咱做伙伫遮里做礼拜。今仔是咱东门教会主日学的纪念事工的主日。拄则咱伫礼拜中有感受到因真用心伫咧备办服侍。当然，因咧服侍所表现出来是，互咱感觉会惊着。亲像因咧唱歌，也是因咧用音乐，也是因拄则所念的因咧台语，其实讲甲真好。所以今仔日咧，我嘛要用这段经赞来对大家来分享。这段经赞是对咱每一个人都有关系，也要甲遮囡仔有关系。有可能因即摆是无啥听无啥我咧讲啥，所以我若讲因的歹话就无要紧。因为因较听无台语，这是事实。但是因有咧学习，伫阮每一礼拜，阮主日学拢会用台语的读经，互因慢慢仔了解台语圣经咧讲啥，嘛会甲因解说，嘛会甲因讲一寡较特别的事，比如讲闪电，闪电要安怎讲，讲信啊安尼，类似即种的会甲因教。好。伫咱今仔日开始读到即段经在的时阵，咱要先回转头来看，头一，就是伫路加福音第18章发生啥物代志？伫遐哩一开始耶稣拄着一个犹太人的领袖，伊来问耶稣讲你安怎会当有得到承受即个永远的王名？这个犹太领袖伊称呼耶稣叫做良善的老师，耶稣就应伊讲，你哪会安尼甲我讲？因为除了上帝以外，无一个是良善的。所以这个人伊其实对耶稣有一定的认识伊有一定程度的明白这个犹太的领袖咧，伊也对这个律法真熟。伊会讲出伊有遵守过啥物，遵守过啥物，遵守过啥物。但是呢，耶稣甲伊讲，你要欠一项，这种诚难诚实，就是爱去卖去所有的用这个钱来分互这个善巧。你伫天顶就有财宝，然后这个人听了哪，
伊就离开啊。伊离开的原因是因为啥物？因为伊有真侪的财产，伊真好养哦。所以即段经在伊要讲着是一个好养的人，哦，富有的人，伊呢要入去到上帝国有一个困难。即个困难就是因为拥有伤多，无法度选择伊正确就是上帝这条路。但是这毋是讲好野的人就袂使，这是一个情况哦，一个状况，咱会当想一下即个概念，因为咱一个即个概念会影响着咱来读即段撒该甲耶稣的故事。然后耶稣伊开始行到一个所在，即个所在呢，就是今仔日咱所读的经站耶利哥城。伊还未离到城正前，伊伫遐咧城的外口边仔拄着一个人。即个人呢，咱嘛听过，即个人是一个看袂见的，哦，看袂见，看袂见就是，若是用较粗俗的讲青年，哦，但是我较早我实施过，老师甲我讲，爱用看袂见较文雅，哦，看袂见，伊看袂见，伊伫遐咧坐咧，伊咧祈求，伊听着讲，伊用听发生的代志，伫边仔有听，伊听着一群人听过，有人甲伊讲，伊就问讲啥物代志？有人甲伊讲，你毋知影吗？拿撒勒的耶稣要对遐祈求，耶稣真有名，伫遐时阵已经真有名，伊就大声话，大边的囝认领我。有人来这边念念，毋通出声，但是伊更加的大声咧喊，大边的囝认领我。然后耶稣就吩咐人将伊带过来，因为看袂见，带过来。问伊讲：你要爱我为你做啥物？伊回答讲：主啊，我要会当看。耶稣对伊讲：你着看见，你的信心互你得医好。迄个看袂见的人，伊马上会当看见，然后呢，伊就离开啊吗？无，伊开始跟对耶稣一路拢咧学老主、亲上主。伊甲遮伊所经历着的代志，甲人分享。然后呢，边仔看到即个代志的人，因心内安怎想？因嘛同齐伫遮咧学老主，应要归服上帝。带着咱对顶面这两个部分的了解，咱要留意到今仔日咱所真实的即个经站，就是撒该甲耶稣即个故事。咱有一个想象哦，即个经站伊是咧记载一项事的发生，但是咱有一个想象，比如讲。圣经内底的人，因敢会讲伊叫做夫妻啊，伊敢会夫妻，吼。但是圣经敢会讲伊即摆穿到什么程度？这就是咱有去有一个想象，咱去想象发生的代志，哦。当今仔日有一群人伊看到耶稣，伊实行即个新约伫即个看袂见的人的身上，因会安怎想？即个人伊就特别的，伊无共款。我想要看嘛，无了解耶稣人就安尼想，若了解军队真久的人，因会哪尼肯定，伊就是迄个特别的人。迄个特别人是啥？以赛亚，因会哪尼安尼想，所以因拢带着期待军队耶稣，伊嘛带着对耶稣所做的代志好奇。有信的人嘛有的人，所以军队的人呢是哪尼安怎济？一直到耶稣离去到耶利哥城的时阵，咱会当想象哦，伫迄个时阵，耶稣身边有真侪人。啊，这个城市内底人呢，看到遮个人，一定感觉奇怪，哪有一群人在里头？然后因拢咧看一个人，因会问讲，这个人是啥啊？恁来拢咧对伊？因会甲伊讲，哦，你毋知影，拄则发生啥物代志？恁知影你耶利哥城外口有一个看袂见的人？这个人伊拄则互耶稣伊来医治，听见的人，伊知影，因知影这个看袂见人是啥？伊嘛看到伊伫头前咧带路，咧学老主，咧将因光归互上帝，所以对伊来讲真奇妙。因开始对这个人感觉好奇，也开始听伊的故事，想要拍听真多有关伊的代志。所以有真侪生意，伫迄个时阵，因嘛应该拢有咧分享。因就开始慢慢啊明白，对人口中所明白的即个耶稣，因就开始明白耶稣。
迄中间内底嘛有一个人，伊想要来看耶稣是啥，伊嘛感觉好奇，伊嘛对别人讲的来了解着讲，哦，伊有做这个代志哦，伊生什么款？伊是毋是一个真缘投的，一个真悬的，真好野的？伊想要知影伊是啥？伊对倒位啊？伊想要看耶稣，伊就想着讲，安尼我真了解这个所在，我知影等一个耶稣遮的人一定会对遮经过。伊就想要过去遐里去等，但是伊发现着遐里除了伊以外，阁有真侪人嘛要看耶稣。但是伊身悬路悬，伊真矮，所以伊就想一个好方法，就是要爬上这个树仔，对树仔顶面这个绳仔树来去看耶稣。伊要对顶面来去看，伊想讲对这个悬度就会当看清楚。但无过偌久，耶稣出现的时阵，咱会当想象有真侪人，拢有遐咧等哦，因拍呼啊，哇，这个人是啥啊？哇，就要甲伊认捌。但是耶稣无停伊的脚步，伊脚无停落来，伊继续咧行，继续咧行，继续咧行，一直伊行到一丛树仔下面的时阵，伊停落来，伊摇头对顶面讲：“撒该，紧落来，今仔日我一定要带恁走。”这是因第一个讲话。撒该伊无介绍过家己，所以咱为什么会当？耶稣为什么会当知影伊是撒该？有一个可能是。撒该伫这个城真有名，真有名，因为伊是一个无税的头人，哦，伊就是收税迄个首领，向人收税的首领。然后呢，有第二个可能，就是耶稣伊本身就已经早就明白咱每一个，所以伊毋免问咱是啥，伊就知咱是啥，亲像迄个呼调，伊的温度共款。伫迄个时阵哦。当耶稣讲出即句话的时阵，所有人本来拢咧拍手，耶稣，停落来。为什么？因为当耶稣所看到的所在看过去的时阵，发现耶稣所对顶悬所讲的迄个人，伊甲伊拍手好，迄个人是啥？就是迄个冒税的头人，迄个撒该啊。如果要叫这个人，因去想讲是这个世界上讨厌、上怨恨的三个人，因拢会当一直会想出一个人，就是撒该。为什么因会讨厌伊？为什么因要气撒？其实毋是因为撒该吼，伊是一个冒税的头人，就是向他人收税的首领。毋是因为安尼，是因为做大部分。人抽税拢会做的代志，什么代志？当时犹太人因受到这个罗马政府的统治，为着要方便管理吼，所以因拢会对这个犹太地选出当地的人来做因报税的人。因呢受选，然后因来帮忙罗马政府，因爱按时呢照时间上钱。规定的钱交互政府，但真侪报税的人，因可收比规定搁较济的钱，对迄中间来互家己成做一个好样。所以咱来看今仔日经济就发现着讲，开始讲伊是一个报税头人，然后呢，伊真好样。撒该伊所做的代志，就是安尼，伊对。别人收比规定搁较悬的钱，来互家己诚做好样，互伊诚做好样。所以，伊互犹太人，就是当地的人来看，伊是一个安怎的人？伊是一个，人国语来讲就是一个祖国，对不对？伊就是一个叛徒，背叛咱家己的人，将这个伤害带互咱家己的人。伊是一个罪人。因为伊呢做歹代志，正人的心内想讲，为什么耶稣要接近这个人啊？而且呢，搁要带入去迄个人因兜，你讲话就准线，你搁要带入去。你咧观念内面，当齐食饭，当齐食饭，坐好来食东西，关系真好啊。
一定是有关系，才会同齐落来食饭。甚至讲厝内甲朋友才会同齐食饭，但是耶稣伊领哪？伊毋是要同齐食饭尔，伊要带入去，伊要去因兜入去，伊要入去因兜。这表示讲耶稣要甲伊建立好的关系。撒该听到耶稣对伊讲，今仔日我一定要带恁兜的时阵，伊马上安那对山就爬了，非常欢喜要接待耶稣。但对众人闹念就是碎念，就是咧议论纷纷的时阵，会当看出耶稣的要求其实是无合理的。咱会当想象，当撒该听到耶稣的要求的时阵，伊有感觉我尔那不可思议，伊有我尔欢喜甲感动。撒该其实伊早就知影，众人对伊的看法，无人咧接近伊，因为伊是一个罪人，伊嘛知影伊所做的代志，互人怨恨，甚至伊会当正常讲话的人，只有啥物款的人，只有共款甲伊是做毛遂的人。虽然伊真好了，但是伊真孤单，所以当耶稣进来向伊讲话的时阵，伊非常的感动，撒该用一个行动来回应耶稣。伊起来讲主啊，我要摕我财产的一半来经济善巧，我若有骗人钱的，我要用4倍用。这是伊回应耶稣的方法。耶稣对撒该讲：今仔日救我一直领到这个家，因为伊嘛是阿比拉罕的子孙，认主来是要安怎追找、搁拯救失落的人。撒该伊是一个毛遂，佫是毛遂的底头人。伫伊的同款是犹太人，也眼中伊是一个背叛因的人。伊所行的歹，互伊诚做好野的，嘛互伊诚做一个罪。伊的爸母呢，对伊有期待。伊的名呢，伊号做即个名，有2个意思，一个是纯洁、纯洁，一个是清白、无罪、清白无罪。但当伊所做的代志，咱拢看。甲这2个意思完全是无共款的，是2边的意思，相反的意思。我想，咱对撒该的故事已经差不多有相当的了解，因为呢，可能咱有参加主日学，伫今年我嘛才5年来分享过撒该的故事，伊拢会甲我讲，我所做的影片，怪的，迄人拢无共款，拢怪的。所以呢，因可能袂记啦，但是我互伊受过伤害，我拢记。我记我之前讲的，我甲讲的。我甲伊分享这个故事时，咱应该我想咱应该真了解这个故事，嘛会当人送。但今仔日咱要搁回头来看出来现在时阵吼，我想咱会当用无共款的眼光来看。啥物是无共款的眼光？首先，咱来问讲。我有认捌撒该这人，毋是圣经所看到遮字的这人，是认捌伊较深到伊的生命内面。然后咱问咱家己一个问题：安尼，什么人是咱生命中的撒该？咱有拄着？你有想着啥甲伊共款？互你有安尼的看法？咱可能无法度。去完全了解当时迄个众人因的心情是啥物，但是如果今仔有一个人是像撒该共款，你来收更较悬的税金的时阵，安尼歹势啦，咱的反应就毋是安尼啊咱的反应就毋是下面啦要安怎要甲过啊对，咱无拢用平静来看待拄着咱生命拢拄着的这代志。但是咱会真平静的看待别人拄着，甚至是圣经拄着内面所讲的故事。所以今仔日咱要互这项代志发生伫咱的经验内面。有可能咱的生命所拄着，伊毋是亲像即个老衰人共款，但是有可能做几项，互你感觉真受伤，互你印象真深，到即摆无当袂记的迄种伤害。大概想到这项事，你拢会感觉就受气。
你有可能有拄着，这个人有可能就是你生命中的撒该。然后呢，咱要对圣经中的撒该转入咱身躯边，咱搁爱去想一项事，咱到可能就是撒该，就是咱对别人所做的代志，亲像撒该，互人讨厌、受气、受伤。当咱用这三个看法，一种是圣经内面的撒该，一种是咱身躯边的撒该，一种是咱可能就是撒该。咱会当想象，当耶稣提出我今仔日一定要带恁走的时阵，对遐个人来讲，对撒该来讲，以及咱今仔日回头转来看的时阵，是毋是有冲击、有冲击啊？互你开始去思考，这十以外的代志，这十所讲着以外的代志，对人来看法来讲哦，耶稣对咱讲，今仔日吼，我一定要带恁走，咱就感觉真欢喜，会欢喜，因为咱是罪人，咱不罪。这白白婚礼今仔日来临到吼，我会当看到耶稣要来，我做基督徒一生嘛已经值得啊吼，真值得。但是对这个互撒该受伤的人来讲，你来看到，嘿，为什么耶稣你要原谅伊？伊有伤害过我呢？伊有伤害我，即摆搁你伤害呢？你哪会当安尼对伊讲对伊较好？但当耶稣进入到耶利哥城的时阵哦，咱重新倒来看，伊所有的人拢无讲话，但是伊独要找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撒该啊，伊独要找这个人。伫撒该要找耶稣以前哦，耶稣早就已经要去找撒该啊。伊已经明白撒该啊。撒该想要对爬上这个绳仔树哦，伊要爬去对顶面来看耶稣，但耶稣却叫伊落来，因为耶稣伊本身已经安那，已经对天顶落来，所以咱毋免为着要明白搁去。耶稣伊来就是要拯救失落的人，伊要互人对明白伊，恢复人甲人以及人甲上帝的关系。所以耶稣对撒该讲：今仔日我一定要带你走。今仔日拯救已经临到这个家的时阵，已经表明一项事啊，救恩就是啥？救恩就是耶稣本身。耶稣来，撒该的性命就要得到拯救。但咱会当想看卖，这个毛遂头人，这个身份就是这个撒该，伊做歹，上是伊真好野。当咱无看今在后天有安尼款改变的时阵，咱停留伫伊介绍伊是一个毛遂头人，然后伊真好野，安尼结束的时阵，咱看这个人，感觉讲这个人，伊是有对耶稣有兴趣的人。这个人是会去教会的人，这个人是会去改变的人，是要会反悔的人啊。伊若会反悔的话，哦，咱来讲，伊若会反悔的话，怎会反悔啊？对不对？咱有这个想法。所以伊应该是一个对耶稣无兴趣的人，就亲像头前，要讲到头前，迄个甲耶稣所讲话的犹太领袖，耶稣讲，这有一个人要入去到上帝国是困难。撒该就是安尼啊，伊是一个好野的人啊，伊拥有真济，毋是吗？伊哪会愿意放下？伊哪会愿意放下？但无想到。撒该伊的内心哦，伊心内确实亲像迄个耶利哥城边仔迄个看袂着人同款，伊的心内确实甲迄人同款，伊较无会当去着改变，但因两个人拢我同我靠家己的气力努力来改变，所以当耶稣出现伫因的面前的时，迄看袂着大声咧喊，大鼻的子孙啊，聆听我，就亲像撒该为着要看见耶稣，伊对地上爬啊墙仔顶。伊要看耶稣，伊拢较望得到帮助，会当改变。所以我拄则问讲，啥人是对耶稣无兴趣？这个判断哦，其实是困难。
但咱会当肯定是一个人，伊若较忙，细命会当得到改变。耶稣伊要主动来去追找即个失意的人。头前我捌问过，咱有想过啥是对耶稣无兴趣？伫咱的生涯经到处的几安尼啦，互你感觉即个人一定是无可能去教会。即种人常是啥？常是咱的朋友，常是咱厝内的人，因为伤过了解即个人啊，你会感觉讲要伊改变真困难，要伊改变真困难。啊，伊日子过了真好，伊有可能袂感觉家己衰啦。咱会安尼想哦，伊无讲正经，咱会安尼想。好，伫我细汉的时阵，我所大汉的迄个宝贝，我另外一个比我大4岁的一个哥哥。啊，伊共款甲我共款姓王，我甲伊呢对细汉就开始做伙耍，阮会做伙拍球啦、拍电动，嘛会做伙参加教会的比赛、聚会，逐礼拜拢做伙，拜五都会去因兜住，伊嘛来阮兜住，关系真好。但有一天，迄时我读高中，伊读大学，阮两个人去参加一个福音的营会，伫迄个营会内面，暗时啊伊都同我的习惯分享对信仰的看法啊，伫遐咧问讲到耶稣迄种对谈。我对伊分享内面听着3个字，迄是我第一个听这3个字。这3个字叫做无神论、无神论。伊讲伊其实是一个无神论者。无神论者算是啥物意思？就是伊无相信有神啊，伊无相信。我真好奇，如果你是一个无神论者，安尼较尔侪人，为什么你拢有来教会啊？而且做礼拜嘛拢会，聚会嘛袂去，就拢真正常啊。你知伊讲安怎我讲？伊讲因为我教会内面交着一份真好的朋友。这是伊来教会的原因。伊甲我聚会嘛真好耍，而且咧嘛有免费的物件会当用，就是真好。对一个国中、高中的人来讲，教会是一个真袂歹的所在，好耍的所在。当我知影这项事以后，我心内咧想，原来啊，遮侪当啊，伊是一个对耶稣无兴趣的人，原来伊是迄个人。迄个时阵，我感觉真可惜，真伤心。但这嘛亲像解袂开的锁共款，你无法度啊！你无法度勉强伊，无法度勉强伊，有可能勉强伊会讨厌我。但是伫我读大学的时阵，我准备要去隔壁读新学院的时阵，迄一搭我即个兄弟，伊的感情受伤啊，就是失恋。因为伊的失恋伊感情受伤，我想讲做兄弟会当陪伴伊，教会兄弟拢有即个疼惜，想要陪伴一个受伤的人。伫我陪伴伊的过程，伊竟然开始开始为着要明白耶稣，献回圣经。我心内咧想主啊，你所做的代志真奇妙。这样，互我去经历着主是安怎呼召甲救赎人。为什么这个人，这个我的兄弟会对感情的伤害，变成做伊要定心明白耶稣呢？这完全是无关系嘛，对不对？除非伊想要求耶稣帮助伊找另外一半，但是伊毋是安尼想。我真好奇伊讲，后来伊甲我讲，伊原本是一个无神论者无对，但是伊接着不断的参教会的侍奉。到为着要甲伊的朋友做伙，伊开始真做一个怀疑的人。伊对这个信仰有疑问，伊想要找出这个信仰错误甲无合理的所在。比如讲，为什么耶稣会当一个人替咱全世界？伊想要找出来，较有可能，你做人无共款啊。伊会想要有这个想法。过去伊为着这个想法，伊献回圣经。伊要找出错误，但即摆伊为着要明白耶稣的规矩，伊甲我讲，
伊上软弱的是，伊对祈祷甲唱诗歌得到平安甲喜乐。伊上软弱的是教会内面的人，每一个人对伊的关心甲疼，是无法度想象。伫过去伊经历到的遮尔的代志，互伊知影一件事，就是伊已经无法度。无搁再相信，真正有一个搁真搁活的上帝，带入去伊的生命内面。伊相信的时阵，伊无度搁相信这，他没办法改变。当耶稣找着撒该的时阵，耶稣无对撒该讲：“你应该做啥？你啥物时阵爱改？啥物所在爱行？”伊无讲，伊就甲撒该讲。我要带你去恁兜，无理由，我要带你去恁兜，一定会。因为即句话，撒该一定会改变，无任何的理由。伫迄个时阵，救恩的光临到撒该伊的生命内面，也临到撒该的厝内，也临到黑暗的生命中。撒该伊用行人钱，真侪善车人来回应主，这是伫迄个时阵，伫边仔闹念的人无想过啊。因也当作不断的甲伊定罪，即个人有一天会悔改哦，即个人有一天会惊无？耶稣用一句话，互伊的死人直接反转，加做一个愿意分享的人，这是即人无想过。伫迄个时阵，撒该恢复伊甲人的关系啊。伊也要恢复伊甲上帝关系。咱会拄着某一个，互你感觉讲，伊是对耶稣无兴趣。但对今仔日现在咱能看到，耶稣伊要主动去追找遐哩失业啊，遐哩失落的人，要去拯救遐哩人。伊要用救恩的光去引带人改变。对迄个时阵开始，撒该伊原本所服侍的主人是啥？是真赞。但是因为耶稣伊要改变，伊要活转来服侍上帝。伫迄时阵开始使用所有的物质，无当搁捆绑撒该啊，伊讨绑啊。伫今仔日是咱帮忙主义的即个运动的事工主理纪念主理，我等下反正就是事工纪念主理。我也要延线，今仔日会经常来对咱分享另外一项，就是有另外一群是咱有可能会去想讲，伊即摆可能无法度了解上帝的话，伊即摆可能听毋捌，因甚至毋知咱圣经咧讲啥，可能有种想法，因即摆应该对即个耶稣无兴趣吧？要安怎甲伊讲祈祷，是敲电话给上帝吗？有够困难的呢，伊应该毋捌，无要紧，等因大，咱可能安尼感觉，等因大。即群人是啥？即群人就是伊，就是咱的而且会注意的学生。咱有可能会安尼想，有可能咱中间有讲无，我无安尼想过。安尼真好，你爱继续保持即个对上帝事工的信心，爱坚持。但如果你有安尼想过，这恁仔人毋捌啦，恁仔人毋捌。你若有安尼想过，安尼我要甲你讲，免孤单，免孤单。我嘛安尼想过，我嘛定定会安尼想。我定定安尼想讲，因敢听有，敢会介意耶稣会安尼想，我要安怎帮衬因吼？我虽然家己无结婚嘛无囝，当然无结婚就袂有囝，无囝有可能有结婚囝。但我参与的事工里面，基本上拢是青少年无就是主义好，几啊单拢是安尼。我常常看到囡仔伊咧听故事的时阵吼，也是我家己咧讲的时阵吼，我拢会真烦恼一项事。恁有人可能有拄过，有做过老师有可能有拄过。就是伊表面无聊、无兴趣，像我即摆咧讲话，拢毋敢看遐哩，我毋敢看遐哩，我惊我受伤害。伫前当我拄来到东门服侍的时阵，迄个时阵因为疫情的关系，是体聚会暂停，
所以除了牧师的囝，你看你是其他的囡仔拢是我的网友，我根本就无看过伊。伫迄时候，教会用录影片的方法去将这影片的制作，将做一个上传到 YouTube 的一个影片，互因看，互因会当对网络来参加这个亲子的礼拜。虽然毋是现场的人，是事先来录的影片。每一摆我咧录影的时阵，我拢会想讲，即礼拜要讲啥，我会摕迄个主题的教材来看，去思考要安怎分享。但有一摆，我从来毋安尼过，有一摆我拍开，主啊，即礼拜哪会是启示录啦？这启示录教材是要安用啦？这主题的教材敢有想过老师的痛苦？这启示录是要解说啦？我迄时阵想讲，这一路OK 无爱买啊！我咧想讲，这启示录要安怎讲？我头趟看到启示录，我就想到一个画面，就是因伫网络咧看的时阵，遮个囡仔听着我念了经十已经甲耶稣同齐啦，咧休困啊，伊拢困去啊！我马上就想到这样，因为有可能对启示录无兴趣啊，因对迄真特别的语言伊无兴趣，对迄真特别的寓意无兴趣。其实咱即摆咧上课，咱才可以慢慢仔了解，啥物咧启示录到底咧讲啥。但是咱较早无即个经验的时阵，咱若当做即个意思是迄意思是这，看无。所以咱的囡仔可能因更加是无可能看有嘛，对不对？启示录嘛，有可能，我讲有可能看有，有可能看无。但是伫我的想法里，可能较困难，这是我迄个时阵的主观。安尼来讲，因无拢透过看圣经。因为因有个人幼稚，因爱无在看有嘛。第二，因有个人还袂学过因名看有意思，所以因无当安那，因无当透过看圣经来明白上帝啦。安尼因名咱明白上帝，因首先第一个明白上帝的方法，咱刚才是啥物所在？就是伫厝内。接着父母甲因的分享教示，因开始明白上帝，这是因首先明白上帝的方法。过来是透过教会中主理的老师的分享甲解说上帝话，互伊去明白上帝。最后是安怎？最后是透过教会每一个人看人因为因关心祈祷，因开始明白上帝。因是透过这个方法来明白上帝。当伊大汉的时阵，因才安怎？因才会继续来到教会，因才会坚持要行这条路。虽然因无一定感觉好行，但是因伫这个过程中间，因有安尼的体验，就是因得着听。伫即个月某一天，我甲我报名教会的牧师，就是我甲报名教会牧师同齐食饭。伊带伊的囝到阮做伙食饭，中间搁有我的阿姊。伫我咧食饭的时阵，咱咧等这个饭。拢就道的时阵，就道了，应该做啥物？爱祈祷。祈祷的时阵，我因为是传道，所以免祈祷。毋是意思，我是讲，因为因拢是牧师，传道就免祈祷，这就是一个排练嘿。所以真好，我就真平静要祈祷啊，双手合做伙嘛。我边仔迄个囡仔，我要合啊，迄个囡仔已经袂烦恼。我感觉真好奇，你知无？我就一直甲看到什么时阵？看到迄个咧祈祷的牧师讲，咱当时来祈祷后，我爱目睭搁咧继续看，我就无祈祷啊！我一直咧看伊，伫即个食饭的祈祷内面，伊是倒一种的祈祷，我咧看，我真好奇一个两岁外无啥晓讲话的囡仔，伊会安怎来看当这项事？但互我真惊着嘛，互我真感动的是。这个囡仔，伊对头到尾啊，拢真认真，一直到有听着两个字的时阵，伊才醒，就是阿妹。我规个过程拢无合起来，我都有担心祈祷，所以我相信主知影我的用心啦。我为着要了解伊，无祈祷。但是这个囡仔伊真认真祈祷，互我明白一项事，
我对这个囡仔伫祈祷看着真顺，就是伊的父母有用真好的教训，用真用心的方法，互耶稣的光去照着伊的生命。虽然伊种两岁哦，但是我相信，岁数毋是决定一个人明捌主，一个人的生活经验嘛袂当决定伊安怎明捌主。今仔日救的光，也明到着咱每一个人身上，要成做咱生命中的真理。主要带入去咱的厝内，成做咱家庭的真理。咱在座拢领受着这个救恩的光，咱来问讲，当咱领受这个上帝恩典救恩的时阵，真做针对伊的基督徒的时阵，咱要怎样将这个光带互别人？互这个光嘛去照着别人，接着咱的所行所讲，以及所做一切，咱敢有去想着？我捌想过啥是对耶稣无兴趣，但其实无一个人是对耶稣无兴趣。只是咱毋知影什么时阵救恩的光要临到伊啊。但是呢，咱伫这过程中间，敢是拢有免做吗？毋是的，咱嘛爱做，但是咱要做的毋是真做上帝的工，正咱要做。咱要做的是，互上帝的工做伫咱的身上。就亲像我爷爷兄弟，就亲像即群囡仔，就亲像撒该共款，因拢有因的时阵，但是咱伫这个过程中间，不断的陪伴，不断的关心，用好的心态甲伊交陪，关心这段关系，时常为着因甲耶稣的关系来祈祷，时常为着因甲耶稣的关系来祈祷，因要对上帝所安排迄个美好内面，去明白着上帝的本性。伫今仔日这段经在里面，咱看见的是撒该，伊安怎得着改变。咱若对即阵来看着，咱家己是伫什么时阵得着改变？咱也要去相信一项事，就是这个光嘛要互这囡仔改变。咱无要用人的方法，甲人的期待啊，这是错误的。就是希望伊会当看了生命就真做一个圣，这是错误。因有因的时阵，因有伊的时阵。耶稣伊要主动去追找，遮你所有的人，伊要主动去追找，遮你所有的囡仔，伊嘛要归还伊。所以呢，伫今仔日，耶稣伊用讲去借着咱，咱有欢迎嘛？欢迎这个光临到咱，欢迎这个光去临到咱厝边，咱公司，咱生活中的人，透过啥？透过咱，也希望咱会当有一个期待的心，毋是用看期待哦，用参与的方式去陪伴遮尔个囡仔，遮尔个囡仔伊伫未来也要坐伫咱中间，要坐伫咱中间，而且要将这个光也分享互因的囡仔。愿主的话真做咱的帮助，来行做遮囡仔的帮助，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因为藉着你的救恩，阮的生命通改变。对着明仔日，阮的人生有意义。主啊，伫今仔日的纪念，主伫个纪念的主日，也求你帮助囡仔伫阮中间，会当透过你的话语，透过阮的分享，透过这几个过程，来慢慢啊明白你，互你的心得到感动，你陪伴伊，也真做伊生命的帮助。求主也帮助阮每一个时段，会当真做分享光。分享救恩的人，真做生活中有好见证的人。阮将以下时间就交入你手中，由你继续带领。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所赐的圣名求，阿门。欢迎上帝大师，佮一摆来聆听诗第502首，主将世囝交代咱。Oh
平安。今日是咱教会主日的教育时间的关怀主日，感谢上帝。今年希望还阁有疫情，但咱的主日的时间依然会当来继续来进行。今年咱的时间除了每一个主日亲子礼拜，一定啊每一个月有一摆的运动快乐营、家长成长班。伫暑假的中间，阮也有举办一个夏令营，伊营会名称叫做“爱在麦营”。通过这个营会，阮互囡仔通效法别克的牧师甲牧师娘应听甲传承的精神，来关心身躯边的人甲事物，也安尼来学习因上帝的疼，彼此相疼。彼此关心，彼此来接纳，将巴克的牧师、牧师娘因互咱的这份命来延续落去。伫暑假要结束之前，阮要举办智慧收心营，通过这个营会，阮协助咱的囡仔来完成因的暑假作业。上重要的是，互因通过抄圣经、读圣经。来安静因的心，来压制因过来的新的学习。也伫假日的中间，阮牵青少年有举办有人字的棒球，甲野餐的活动。家长陪伴咱的囡仔，做伙伫旁边的公园来做活动，而且也建立彼此的感情。感谢侪协助主日学的兄弟甲青少年。愿上帝纪念因所做工，也请大家继续为咱儿童事工来陪导甲关心。伫即个所在，阮要邀请恁厝内若有幼儿园、国小甲国中的细囝，请恁带因来甲阮做伙读主日学，来行伫上帝的道路，明白真理，学习凡事来倚靠上帝，一生。伫主的道路当中，到老也无完全。煞只，请咱来分享主日了即一冬来的活动影片。愿上帝赐福咱每一个人，多谢。
天学堂的部分，咱后礼拜的进度是马考14章、53节到72节，就请咱会当踮伫线顶做伙来看哦。好啊，今仔日咱特别感谢所有的小朋友、所有的主持人、老师因的目屎，互咱会当看到咱的小朋友参与点伫这教会事工中间通得到成长，所以咱搁一摆拍鼓仔来鼓励咱的小朋友。好啊，后礼拜是五会酒吼，所以请咱会当调进咱五会酒的当中，咱做伙来开会。啊，踮21月13日，第2礼拜后要调开中一会，所以嘛请咱各关系的会长甲中一当中会当注意这个时间。好啊，蛮多的行事历嘛，请咱会当踮伫后主日进行交互私信这边吼。好，咱后礼拜11月初6的下晡3点，咱要踮伫大礼拜堂遮总会要甲咱做伙来举办伊丽莎白牧师娘的纪念礼拜，所以要邀请咱的兄弟姊妹会当踮伫后礼拜主日礼拜下晡3点，会当做伙来到伫遮。啊，礼拜三以后，咱会做伙到伫伊丽莎白纪念礼拜堂，咱历史小组这边有做两块迄个说明板，咱要做一个揭牌的仪式。所以请咱的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参与后礼拜主日礼拜下晡3点，请咱注意这个时间。好啊，为着要纪念伊丽莎白牧师娘，也特别咱教会要进入世教120周年，所以咱教会甲总会历史委员会，这是咱做伙出版这本册。啊，这本册把迄个牧师夫妇的文集，主要这本册内面就是2个部分。头一个部分是巴克利牧师所写的，第二个部分是伊丽莎白牧师娘所写的。啊，第一个部分巴克利牧师所写的是为伫踮伫伊年老的时阵写这个部分，为着要鼓励踮伫英国的少年人关心海外宣教。啊，伊丽莎白牧师娘的伊是达芳辉，达芳辉伊写互英国的青少年，嘛要邀请因来关心台湾的状况。所以这本册记载就是巴克利牧师甲巴克利牧师娘因2个人的作品。啊，咱后礼拜会开始来正式出版。啊，所以原本是360块，咱的教会这边的优惠价是250块。所以咱会当有兴趣的兄弟姊妹会当来到办公室这边先做一个登记。啊，后礼拜摕到册了后，咱就会当开始来领册吼。所以用这甲大家做伙分享。啊嘛会当甲咱的兄弟姊妹，也是咱的身躯边的朋友来介绍这本册的出版。好啊，奖助金已经先行完毕啊，吼，所以咱有踮伫这个名单的人，会当用先这边来提供，请咱大家先注意。好，啊，我做以上遮的报告，咱等下礼拜三以后会当继续交易甲分享。所以来读本周金句我是来读一摆，请在这所有同事来读一摆。日主来是要为找搁拯救失落的人。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过来。日主来是要为找搁拯救失落的人。路加福音19章10节，一摆。日主来是要为找搁拯救失落的人。高音就高唱第10节，落尾来因祝福初刻的诗歌，圣诗第397首，愿主祝福好互你。以及所请牧师来祝贺。我
甲感动，甲咱敬大家三弟弟对答直到因世代无煞，阿免。